爱甲行去，安咱伫行诶阵时，佛就看到，佛叫伊讲苏达达，叫你即个名，伊个名是安那达宾利加，但伊个假名，伊个出来诶名是苏达达。所以就看到点无点即个即个和尚伫起路伫行来行去，叫伊名苏达达，咁，伊高兴欢喜，讲你看伊叫我诶名，咱伊起到呢，伊知，伊跪落去了啊，伊就安尼，请讲佛世尊暗暝你会困袂？咱布达则讲啊。我人看了觉悟了的人，我人困啊，无讲有宽心有虾米无，所以就安尼，佛讲经互伊听，这讲经无几斗呢，咧讲啊无一个人安怎样来出世，了安怎样来伫正学，安怎样来伫讲修的界拍地基，得安怎样要切断这贪嗔痴。讲甲即个三项好事啊，托伊谈一个罗汉，就谈着一个罗汉啊，伊才知讲正是正大大的财气，那面上伊明白了，所以就安尼啊，伊请讲佛世尊，今日去你接受我做你时我是你道地，在家人的道地，所以这边啊，得跪落去了，伊才讲佛世尊，马在我请你。我要做单啊，毋是马仔，成讲佛自己呢，伊是早起，伊是搬，结婚咧是伊问伊要做老作做单啊。伊讲隔日呢 next day 就面上过一日呢，我请咯，咱佛大点接受。个第二项伊讲佛世尊，我住诶所在地叫做沙瓦蒂小维国。离这边差不多200几条，下无我请你来我为来修高沙，入这个高沙的界人哋会上讲，逐月6月15去啊，9月15修这个高沙，我请佛去伫这小维国，我要做啥甲囡仔的甲施主安尼，咱佛本上在讲好接受伊。because 正佛经啊，达的佛经啊，这个佛正就有了这个大道地大宝的大道地查某的，所以在这个，所以因在因了啊，这安那达宾利加就转去看伊满世的大做布施，咱假日啊，伊要做，特别去人的厝，伊去人的厝了，他这个伊满世讲，你要。假日你要做布施，你砸钱安尼济无，我人出钱互你去用好无？伊唔系，伊本险边的几若好嘅人，我讲要出钱互伊，伊唔系。伊本这面比沙拉王本甲伊讲，无我先互你我的钱，你去布施，伊本唔系。所以你看安怎啊？本来伊大啲险边，伊小妹为啊，伊做这布施，做了后，伊叫佛讲有影后的高沙入高沙的，今声6月15，你伫受高沙的时，你正叫就要来小维国。尼有叫会点伊伫去伫大啲咧个只个海位，要去小维国一路200几几条伊渐停友的厝，伊讲佛世间有佛了。我有请佛要来这小维国，伊要过这条路，你人大伫这边较要注意大起厝做花卉，then 伊比讲这个大布施佛伫过点声回向本有正清个，你应该拢总接受。所以你看规路来人大起厝大做花卉，then 人伫伊比伫。要布施的物件，所以安尼转去伊直直做，了到到一个所在伊看到这个到到伊个小维国的位，伊看到一块地真正水，咱讲这块地好啦，我来趁到这块地，我要来买地，我要来买来起红。你看到这个地真正好的地呢，伊问看住的。
人讲是一个太子来，这里是一个王囝来。然后去问了王囝讲，这个地你要卖无？因为咧王囝伊较，因为伊是王牌啊，伊较大啊。伊讲，你敢买我地咩？啊，你用100,000地的金盾塔摇的这个地，我甲我卖咯。And then 伊讲好，安尼我摕起来。十二就摕起来，这王囝煞着青惊，我甲伊讨100地金盾摆伫涂骹，伊只安尼讲好，那面上伊无着听累啊，所以讲无影啦，我是讲了，我唔买卖啊。然伊讲，到你来开喙安尼价钱啊，应该你我来摆100地金盾，应该你着卖。安尼你人教咯，想唔想教咯啦？该讲话，所以买来人叫公亲的人来听，了公亲的人讲，你有讲无？你摆100地金盾，我会卖咯。伊讲我有讲，但是我这讲的时，我无像我安尼签，他那伊摆了，伊个要搞强要摕这个地，咱到底了，按照做啊了这。做公亲的人讲，安尼是你唔对啦，你敢讲下一个价钱，他那伊摕这个价钱来了，你买卖是你唔对，所以买来伊就卖，卖了啊，伊摕这100地金盾来，伊搁卖别个地边啊位，安尼这个王囝讲，到安尼搞了，唔使了，安尼伊这个王囝就讲，这个地无值安尼济累，按照你敢下个100,000地金盾摆伫涂骹安尼样，然伊讲我要去暗，等讲到安尼路若敢开类安尼啊，伊嘛是 very wonderful。伊讲到若是安尼，你这个隔壁地我搬互你，and 这隔壁地搬参落去，and then 伊要去这个暗的点声，伊无下伊的名，伊下 Jetavana Temple，Jetavana 就是王囝的名。伊讲是王囝名会暗，伊系伊名，所以这个暗啊，同我人这个南传的经啊，真正出名。你看，真正这只 tips 介了拢总是这台湾啊，安那达宾迪加萨阿拉美，所以到到这边应该话，一路啊，差不多要我6月15了，才回乡，甲这佛直直行 from 这个。拉加加要去甲这个小维国是差不多200几丘，安尼有诶回乡啊，真正来路呀，伊人安怎做？伊人先行头先了，你看到了人伫起厝啊咩？伊行讲这个我要大，这个我要大，这个我要互先生大。如伊人小行头先，才回乡先去，有诶，这顿诶回乡啊，就是讲较无啥物礼貌。伊人袂正问佛也袂去，来讲啊，这个大经的是话佛大，啊，这小经的伊人zum，伊人大头先了，佛后面直直来，来了来到有个所在，有直直来到一个所在，佛大伫咧大的暗的位，了有几来到地本那边。咱萨利布达较慢来的时啊，来找看，哦，无所在。萨利布达是第2个到地看，无半个，无半个了，安怎做？伊就去困床骹，对困床骹了后了啊，无人知讲伊伫困床骹，有一日半暝，忽然无点起来，要去小便，才要去小便的点啥？去到床骹位，忽就是。扫一下，and then 那边张开位本有人扫一下，所以萨利布达啊，即佛问讲一追来 ，and 萨利布达讲佛世尊是我萨利布达安尼走路起来做阿咩？伊讲我无所在通住，我困伫床骹，and 那边只布达就讲我的大道地就困床骹。安这小的回乡囝，甲了这大的暗真爽爽，所以讲啊，这个佛经无讲啊礼貌，甲这个较老回乡，所以
假日伊叫隆重的会上来，讲安怎我的大道地萨利布达甲蒙噶拉那隆重的张卡，安如人小小的会上大伫阿美那边，伊讲像一个家庭啊，无一个主人，无一个讲是大人，所以伫这边啊，就是看。你看有当时像我人大伫美大时安尼，你看早起啊，我人逐人啊，行到隆重的会上，甲了要跪一个第一大的，像他那是大伫路那是我有伫，若是西岛来，西岛就坐伫大位，แล้ว我人隆重就要跪伊。然若是讲我西岛无伫，我做头；西岛无伫，我无伫。第三个做头，食着我人就要礼貌甲伊，所以你这礼貌啊，这间厝啊有大有小，再讲今日这个日子是最做头，所以讲啊，这个所在你来看像你人的厝啊呢，若是讲无一个是大人啊，真正来路看唔对。安尼你才讲一条的故事，伊讲你知无啊？有一过啊！我伫出世，我伫做菩萨的点上，我出世做一只鸟。安尼我人大伫巴，安尼逐过我人即个三人拄着，我人毋知到落一个第一时大，一只鸟，一只狗，到我一只鸟，安即个三人啊，毋知谁第一大，逐过拄着戆硬。and then 或者讲，买来我人三人来，跳起来问看，最第一大，所以人问这只鸟，你知无？你来伫这个巴的时啊，这个长大伫大陆，咱这个会鸟，这鸟讲，我来的时啊，大伫这个我来的时，我做鸟囝时，我逐过行过这个长，这个长的就尾逐过动着我的腹肚。安尼是愈安尼啦，愈照愈讲是安尼。因为这只狗呢，狗愈来伫这边的时，安怎？狗讲啊，我来的时啊，这个长家呢，我逐个挽的捕捉来食，挽的捕捉来食。哦，安尼狗较老过这个鸟。咱你问个，咱这两个问，了愈伫他那伫做鸟呢？你讲我。是甲你讲啊，这粒米字啊，我是大伫别个巴位，我食一磨了飞转来了，我大伫这做事，我帮西，我会西落伫遐边，才生这个磨。所以人讲，到南呢，我人三人，鸟你做大哥，鸟做二哥，这个啊无，这个鸟做大哥，这个狗做。二个，这个鸟做三个，所以人啊去倒落啊，咱参规顿，咱就要知一较大，一较细。来较大，咱要叫阿哥，还是叫阿伯，还是叫阿姐，安尼样。所以不但讲去倒落本是像安尼。落来我要讲一条的故事，就是安尼样。有一日啊，站无站好伫行的所在，看到一个Brahmin啼哭，咱。佛本关系爱看，Brahmin，他们是如好个安尼凄惨安尼样。And then， 伊讲啊，我好because 我哥一粒后生，and 这粒后生无去了，我他那真正苦咯。Then 佛就说了，哦 Brahmin， 大这个世间，你所烧的物件。这个小的物件无是真正大苦，这个 Brahmin 啊，伊无虾米相信，所以讲，佛讲我唔做我哥一粒囝我真正烧，这个囝互我快乐，他来讲这个囝互我苦，所以伊讲我人听讲 Brahmin 这个佛教路唔对路，囝我哥一粒囝，伊讲。这个囝安尼，你太少，他那才有苦；你无少无苦。所以这边啊，
规个福建拢总讲这个Brahmin讲佛唔对，俺真正济人本讲唔对，因为连王八仙那啲王啊，买来真正相信佛，伊本讲啊，佛讲话唔对，所以咱这边来阿究看，咱来这边来讨论看，有影无啊？一个囝啊，咱得一笑，伊有互咱甜也是互咱苦，有人笑好好看。咱来想看，结果我一粒囝，俺这个囝真正听我真正笑，真正甲有做人。万一阿爸等阿爸底，阿妈等阿爸阿妈底，咱来想看，有互咱甜也是互咱苦。安尼伊太好，愈太少；安尼愈太少，伊其实若是破病。你看乱红只会困袂，规暝袂困，安怎抓无体？马仔个换老君了个，安怎个未提？2暝3暝你无通困，清无？无清。俺死了，好，哎呀，死了，俺好一个，有当时好着算月节，所以你结尾算起来看，愈少愈苦。若是隔壁的囝，若是破病，你说等。我听讲你叫破病死啦，我落得看有啦 ，OK， 他等于去困。了你看你家己囝你困未？你未困，所以愈少愈苦。大部人们是想，今日你来教院就一个赤白白，好命无？歹命，迄个人知歹命。特别今日你教院一个 Superman 啊，真正好啦，赚钱真正多啦，但个月呢，家玲，今日我提醒了，那这边6000块，好无？好，真正好，快乐无？快乐。特别我人看苦，按照苦，伊太好，路太少，路在太少了啊，有一日啊。去大陆啊，就讲啦，讲一去大陆啊，一比高罗伦坡啦，半路车弄掉啦，然后陆军就卡电来了，就陆卡电来了，陆按照做啊 ，Who is that？ 啊，Mrs. Tan， 哦，Mr. Tan 到底这边的 accident， 他那有啲陆军处，你想看，伊太好啊，你就记住咧 telephone， 你卡就做。你有食无？你唔知你有食，你无食。但你去看，包的士去看，你看到平康村这边村 IV drip， 这边村会，你甲伊讲话，伊无讲话。你看，你黑暗，你这讲，你看，迄条是你大门红光，门来门去，撞来撞去，规日你无食。食无食，困无困，and then 这个就是真正苦。到个这个点声，若是讲伊无去了啊，福建的仔来讲啊，伊阮咧3块加楼，伊不唔知了。笑，福建的仔来八达查拉会告诉人听看，迄一日啊，伊看到伊大部人死，伊的囝死，and then 伊加楼伊满，头滚滚伫行伫街路。这个就是讲伊少，虾米属于少？伊太少。若是你教人着赤白白，你贪钱你着饲你囝，伊贪钱你去博，伊是去学仔，伊去这边，伊去那边，伊无讲家庭。Hello, are you Mr. So-and-so? The husband accident. Throw kata throw. Tak tahu lah lu mari tengok lah. Baiklah senang saya marilah. 所以这个看无，你无笑啊，死嘛死咯。所以伫这边你看，愈笑愈苦，愈无笑愈无苦。所以你人看，虾米物件人笑，唔是讲人呢。像我逐个来讲摩托车，你看，你来买一台Mercedes摩托车，你喺只门口，你渐渐看，你行日把你只看见，把你只看见。他等你去看一个囡仔举着虾米水头毛水滴倒咧摩托车。看起安尼了 ，automatically 手袂去拔了，死要手路安怎去下面物件就摩托车爆都拍了。
然后看你起哄，你讲说笑，那是你叫你摩托车是住是隔壁的。哎呀，你看你今日提你琴日这男人的新车，话你只看对嘅，你过会笑，按照一个笑一个你起身地，越笑越哭，越哭你越做完物件，我就爱怕。所以一个布达讲啊，人啊来去越笑越哭，但佛看较远，伊讲越笑真正大哭，and then 一个。Brahmin 你讲啊，越笑越好，越笑越好。但Buddha 讲好，但发现那啲昂本每一波命Queen Malika，即Queen Malika 人在故事是无女人嘅走啊，摕来做王鸟。and then 你看，佛讲阿咪Malika 真正听嘅话。because 啊Malika 伊在讲啊，今日伊贪做王鸟是因果，and Buddha 讲出来伊告诉。then 你看，这王家也无教啲讲话，王讲啊，那是烧的物件靠啊天。then 就也无讲啊，伊王讲啊，人讲啊靠，那人讲咱烧的物件是真正天。就伊讲不得讲啥物啊？伊讲不得讲啊是靠，然后这无讲那是不得讲靠，那就是靠啦。伊人老人三百阿嘅小阿了安怎做啊？昂就是昂啊！伊讲路啊是一个佛的学生，佛来讲白，路就讲白；佛来讲黑，路来讲黑。路是无用阿解嘅，所以讲嘅无。然后无就啲叫只 Brahmin 去听看佛安怎样讲话，然后伊叫个 Brahmin 去听，然后 Brahmin 就听了，话你才知。安怎越笑越哭，咱来讲互伊无听，咱伊无再讲互王啥，发生那啲王个王，你第一笑是一句，伊讲我第一笑是我一个查某命做我，后来你第一笑这活日里，若是讲这活日里，若是讲有事啦，破病啦，未好啦，有哭无？哎呀，佛教我把你只才考啦，佛教是我正就惨啦，佛教无正就我本来发戆去啊！你讲我，你太少，你看伊有事了，你看了无像。佛教的点声这八三呢的人讲，佛讲的话是深，特别是真正对。咱有自己一个八三那的人，唔捌看到佛。就冇点讨讲，我要去找佛，要去教佛讲话，所以去找佛来去礼貌教佛，然后得礼貌教佛，因为佛世尊，大啲这边啊，路明白无路有谈觉悟无路谈 enlightenment 无 ，and then 佛讲啊，那是你讲 enlightenment 啊。enlightenment 谈到讲我啊，真这句话是我一人有 enlightenment， 我有。你安尼少年，你就讲你 enlighten， 特别有了真正这个强人啊，伊人讲啊，我人真正强人，还了伊人我唔敢讲伊人有谈觉悟。按照你一个安尼少年，你就讲觉悟，你就讲你有觉悟。And then Buddha 就讲，Maharaja， 四项物件你人唔通看衰，伊少年了，你讲伊无安尼搞。And 这个四项是虾米来？一个太子，你看是囡仔呢，特别是太子来。你看伊少年啊，你唔通看衰伊。伊是少年，直接伊那是做王。了你细汉，你淡去望伊头壳，拍伊头壳。后过伊做王伊弟子，可淡望我头壳，打我头壳。佛教的点说，伊砍命都够嘅。所以一个是王囝，你唔通看衰伊。少年是少年，你就要礼貌，就要教。第二项是抓，
你人唔通想讲食着喷气清的囝细细只我来饲啊，那好你食卵啦，那饲这个啦，饲来做白啦，白了小的物件。细细只伊甲你咬滚啦，你忘伊啦，你忘伊治啦你啦。tapi 自己啦，你那是喷气清是喷气清，你自己当着伊呐，敲落去加你，你生命能保。你到时话讲攞福了，攞行了。第三行你人唔通想讲火啊，洗怕火，洗怕铁头马杀，铁头啲帮打来啦，边马杀了，在民族家多。你帮打多，规间厝多，所以细行的物件，你唔通看这个太子伊会做乱咯，抓本是上，火本是上，第四行，你人唔通看火烧。他那意思马路在做的时候，伊无虾米明白，但是过了40-50年啊，伊看了觉哦，伊甲了无像。如果看所以后过你落地嘅，所以有的人啊，古时看就会想，臭会想来，臭会想，佢真新伊袂晓，伊未必讲了较无对，伊臭会想。但是他那伊过了30-40年，你人唔通看所以。所以讲，这个四行啊，少年是少年，你人唔通去得罪着伊。咱落来到地啊，点无点啊，直接拿到第5年了后啊，咱的父啊，大啲这个伊的阿爸名金苏多达那破病真食力，咱的父就再讲伊破病用是去的所在，就去的所在去讲给我的阿爸。伊阿爸听到最后咧，袂到会惊，噗一弹4个落海跳出苦海，但伊随弹伊随死，所以真正济人逐个安慰，一个人若是弹了4个落海，伊免出家会使袂，照佛经的才来讲，伊袂使，今日若弹了4个落海，伊就要逃嘅，就要。离开伊个家庭的责任，然后伊就要去请家世，马路啦，伊才会食较老。然后佛教的点声，阿得无偌久了后，这个佛伊阿爸就无了后，伊会起嘛，actually 是伊妈呀小妹，伊妈小妹是八家八弟。这八家八弟你拖个佛世尊，昂无地了，我人查某爱出家，拖个佛讲，好我人查某出家，佛教是佛大啲这个卡比拉瓦都伊个所在，伊个巴所在，伊无因，该无照顾，伊个拖个一道，伊个无因。第3道伊拖了佛本无因，3道无因，阿得无因了后了佛离开伊个所在，卡比拉瓦都呢，伊去伫一个所在叫做伊去伫一个维沙利的位，这维沙利甲这卡比拉瓦都啊，差不多要挖100地丘安尼，相平啊，伊住伫一个所在，佛甲伊土地大。这八家八弟甲几那这个王江的查某，拢总啊推车卡，拢总穿黄衫，强提土炉，强去讨个佛讲佛世尊，互我人查某做离歌，佛无因。第2道个讨个无因，第3道讨。个无因，无因了出来，行个卡正了，在这王江的查某毋捌行了几10几条，行了无因，拄着安南达看，哈咪事路好，伊讲我人来讨做出家做佛做离歌，佛卖因，然安南达讲无我来去 try 看，所以。
อันนั้นได้จิบขี่โทจะจับบ่ต่อจะบ่เป็นอันขี่โทแล้วเอาพูดไม่อินแล้วบ่ไหลอันนั้นได้เสียงรุ่นไงจำโทอีบ่อินแล้วอันจะโจ所以想安怎做？伊讲，忽时阵，查某若是出家会谈死过罗汉呗，忽讲会谈死过罗汉，刚来会谈死过罗汉，今日查某想要出家，你猜无是这个八加八的故事路，你马生路7日后你阿妈无伫，伊是做咧。灵宝来，伊灵甘愿互你伫饲路，伊家己囝互别人饲，伊灵教路，所以就是灵宝来，是你灵宝，你钱啊，叫你特别想讲，你真正教路安尼啊，应该你特别想讲，应该是有机会，互伊人啦机会趁去跳出这个苦海。and then 看了啥伊就无讲难买互人做，本是想甲这个灵无情啊，所以你看做就安尼讲好啦。若是查某，若是要做和尚呢，伊要接受这个8项，若这个8项，伊若是接受，伊人会使做离歌。and then 讲头一项是啥物啊？这个离歌今日若是做离歌过了18年，今日一个和尚囝，一个马路才来做和尚，头一日来做和尚，伊是查甫，你后头是美姑娘来离歌来，你做了18年离歌，still 这18年离歌就要礼貌甲一个新的和尚，头一项。第二项啊，你这边若是讲啊，查某若是要受一个落雨天的高沙的戒，伊就要大一个暗啊，正就要有回向。第3项啊，逐个半月日，这离歌就要问这回向，第时要念一个大戒。有菩萨大的戒，像我人逐月7、15去伫暗的位，咱我人念大戒，这查某本就要大伫暗边，大伫咧暗，咱到要念这大戒时，伊人本就去参。第4项，查甫的和尚，若是讲这离歌做唔对，查甫会使弃嫌这个查某。特别查某的会这离歌袂使起嫌会啥？第4项，第5项，伊若是做唔对，离歌来做唔对，伊就要带伫这个会上的头，甲这个离歌的头，伫险边两人的面前爱会唔对。第6项。大家人要做离歌啊，伊就要大2年，对了2年后，咱若是讲伊有拉萨有一个把握，通要做离歌，伊马路才会使讨做离歌，伊那都 probationer 就要2年。第7项，做离歌袂使渐去查回想，安怎你做这个，安怎你做咧，安怎你做咧，啥起嫌这个几哪项 ？abuse a big in any way 袂使讲起嫌，袂使。第8项，逐月离歌袂使去讲经或者朗诵回想听，特别回想会使讲经或者离歌听。这个8项有了，若是讲啊，八加八地有接受这个8项会使。这八加八地就讲，到若是安尼，我上甲一个人接受这个佛的这个，就我接受安尼，不但讲，到伊若是接受这个8项，伊会使做离歌。
所以这边就接受安尼做离歌了后，真正侪人有个人买来安怎讲就，伊讲八只八子啊，伊唔使回上头面前啊咩啊，伊接受这个呢就趁做离歌。我人无，我人摊啊就要吹回上头，甲一离歌的头，了我人把你只趁做离歌，伊个较无巴度，我人咧，伊个是讲啊，较低离歌，我人较悬。and 佛就讲，八只八子伊就接受这个八项，伊是自然是离歌来了。唔使讲，伊个就个写咧就咧就讲按照念这个经念这个经免了。所以你看，小看啦，有当时伊人加减小的事，伊人拿起一个大事。咱第7年也是啊，佛离开谈到觉悟了，7年后，点无点一个回向，按这个回向就按照做的。伊出现个行动力，特别按照个出现个行动力是安尼，我要讲这条故事。有一个 Brahmin 啊，伊去种个讲的时，按伊种个咧捡到一粒的这个叫做捧茶，大地捧茶，按伊摇出来这个捧茶，嗰是真正 special 的捧茶，味道真正香。按咱你看这个物件是几百年的物件，所以按照做啊。伊用这个捧茶直直加一个拔出来，这个拔呢，伊这个 Brahmin 啊，伊是无怕插啥物教，伊是要看大陆的人啊，真有只得到，所以摕这个拔啊，系一个得过，这个得过个接开悬啊，350-60卡机的悬，一拔一条线，伊讲最那是截条去摕这个用行动力摕。伊会使夹这个，伊若是夹了这个，我人要跪伊，想讲我人跪伊做神仙。所以摆安尼物件，真正济家主啊讲，我人卖，你家己讨伊无，伊讲你若是卖呢，你家己用行动来摕。所以六日了，伊调咧物件，无半人敢摕。一日啊，这个变多啦。这边多人啊，伊点无点行，甲咱的目犍连去行去讨价，去讨价的时，外面的人就讲，这粒八条甲六日了，无一个人有影有行动力，敢去摕这粒八，目犍连会摕，了这边多人们会摕，所以人讲啊，应该咱来摕较好。所以这目犍连讲，你去摕啦，你摕了你夹你物件，你去用啦。这变到啦就安尼做，就背起，就背起了不要紧啊，背起了按照伊夹咧上边口一个把肚，真正大地把肚，大地天顶的位啊，伊用个镜头讲，安尼伫踏进迄个把肚，摇来甲摇去，摇来甲摇去，这个把肚那就。带落去北干啊，是啊，会使讲性情人死，所以就大人看讲，有的人讲，有的人惊，有的人走。then after that，拢总在看到安尼做干咧厉害了，后了安怎做就，这个 Brahmin 就叫伊哈落来，伊落来是伊摕了八，then 这个 Brahmin 就跪，我跪路。then 伊讲啊，唔通跪我的佛。then after that， 伊举趁这八了，伊走了，他呢下晡的时人对来啊，这人有的去做菜园的声，无看到这物件，伊人讲哇，他妈一个变到人安怎做，了逐个过去暗叫伊讲，先生，做过一道给我看。then 伊个大做啦。伊在大做啊，北干规个city来了，唔是啥本来个city啊，拢总规个喊起来，响大声，佛听到，佢讲哈密事伊人伫响干呢，咱在讲宾多拉伫出个行动啦，伫互人看，咱叫宾多拉来，哈密事你做了行动啦，我摕一个八，
这个把你搭这个物件，你去做这行动啦，互人看。所以佛自己不大讲，囊中的回向有行动啦，未使出现互人看。所以这佛就讲到安尼事了，未使出现这行动啦，互人看。然这个外道教讲，哼，贪了我人的机会，贪了我人机会咩啊？佛讲啊，这到底未使出行动啦。贪了我人要叫伊，你做一项我做两项，你人做两项我做四项。because 佛讲话唔捌错，伊讲未使就是未使了。所以讲贪了来了，我人接任你啦，你出来功夫啦，你做一项我做两项我你看。And then 王就听到，王讲，佛世尊。这外道教讲啊，伊人要出功夫啊，叫你出一项，人要出一项两项，要甲你接任。然菩萨就讲，教若是安尼，我要出功夫互人看。然你讲，你讲未使出了，伊讲我是，假如我是佛，我出来老是佛，像我做王，我出来老。这个山野长是王的长，王那是无办路人未使食，王来办来食。要这个山野是是我知，我要食我会使。看到我出这条路是我到地未使出，我会使出。那这讲差不了，伊个要来出行动啦，所以老人要来斗。And then 佛就讲4个月后，我要出我行动啦。这个路。佛教的讲的是到底拉加加哈，离社会国200几条，伊讲我要去伫社会国做我行动力，而你佛看到，达的佛惊到要出这行动力互人看，而且出这行动力的点啥 ？millions of people 啦，几若百万来看，而你人来去看到伫社会国甲这山区那边啊。跨平个了，你看没啊？水米连来，佛教的点相佛讲，教那是有影，正教的日子，我要出我行动力。咱这人讲，哦，教那是安尼，咱要听话，伊做这条路，然后伊讲，我要做的是啊，我要做这行动力，我要大伫一个所在，社会国，大伫条路，大伫一个山野长的骹。山野长的骹 ，actually 啊，这讲安尼山野长的骹呢，4个月后，伊人这个外道教，哦，地雷哦，大病啊，我人要出行动力，所以人大病，大个真正大。And then 王讲，佛世尊，伊人外道教大病，做个安尼流热了啊，了你呢？伊讲我免答命，你免答命，你要做你行动力，咱怎样？伊讲教你点声，天公会来答做好啊。And then 你知是啊，教你点声，点无点啊是一个啊，一个 gardener 来，一个王的 gardener。王的这个做菜园的啦，这个做伊啲一个只长，伊看到一粒山野大粒，然后伊摕了这个山野，伊夹要去互王，甲伊要夹去互王的点声，伊拄着佛，伊拄着佛了后啊，伊看。哎呀，这个山野我来夹去王啊！王讲，哎呀，安尼 special 的山野，惊到要互我是几块银，靠好我来护佛，佛就趁着这山野，食伊山野淡的水食了就安尼顺的山野美味，伊叫你家的呢，一个窟带落去。因为迄边啊，未教咧点啥事啊？这个外道教讲啊，伊要做，先佛要做啲山野卡，迄边的山野长隆重，名伊人站无，一张的山野长本无。
所以看你无了安怎做，所以佛用这山野长把你食的带落涂骹，这带落涂骹呢，掂无掂，万一古佛洗手、洗嘴、洗手，就安尼万一古人咧长直直补个大长买来生花生花，安尼生花色佛食的山野。安尼你到地个摕来食，啊，这食了后，拢总好事了后，伫这边啊，伊搞个这点声，伊要去做迄行动力，所以这做行动力啊，天公吹这个外头教的这个病，拢总风吹落雨，点无点洗个了，拢总无半项，煞无做半项。无做半项了就安怎做？到咧点声的时啊，忽变一个病，按这个病啊，金算不连的一做，按两个忽，一身是一正，一身是体身，按个体身门正的讲话，在伫天顶安尼伫看，安尼水百千人，甲了伫看这物件，按人甲了伫讲大讲。特别也未做的点声啊！你看啊，名来讲唔通出嘅行动啦，教咧点声你讨论，所以几人啊，6个人啊，讨讲啊，伊要做，按一个显兵啊，一个查某，平常人咧大啲查某，特别有了3个罗汉，按伊讲佛世尊，啊无你免做啦，我是一个在家人，我出我行动力互人看。人会讲你看，伊是在家人，伊本来做个安尼行动力，我做互你看。了佛讲，你要做虾米啊？伊讲我变这个主妇啊，规个地啊像啊一只海啊呢，我变一个鸟，会比水落去，万一古大伫这边浮去这边，万一古浮伫这边浮，啊去伫这边个去那边。啊！伊讲伊好不要紧，一个律唔使。个第二个，佢讲阿无佛世尊，我讨好无？按这个句来，这个是做了安那达宾利加，这安那达宾利加，但嘛我讲伊买咧地用金牌啊，他那伊个其啥，伊个亲情做了actually 啊，伊是本是一个在家人。and then 伊讲我本要做，佢讲你要做虾米啊？我会变一个叫做马哈布拉玛台湾天王，我会做我上古12支手的大，and 我会讲的讲话上个较厉害个理讲，我会有这个主我讲啊好。第三个是7岁囝呢这个7岁囝是几啦？你讲佛世尊，啊无我一个7岁囝做人看。我7岁囝呢，我看那是阿未，我看那我要做虾米啊？不大讲，我会做虾米啊？这个新纳路，这新纳路的这大山，我会上甲摆这个山，这粒山，啥人摆马足，然后我就动着一个叭弄来弄去，我会做安尼物件。这山咧大粒，我会摆这样。呢种讲不要紧，嗰一个查某囡仔，即我嗰一个查某actually 唔是查某大波7岁就啊。伊讲我会做一项，我会做咩啊？我会大啲家只养一个长，这个叫做 apple tree， 这个印度出名。伊讲我会办一个磨，好大人食。那下面连人你看伊会做安尼，这买。dan upalawana 查某离讲，佛世尊，阿无我做好无？然后佢讲你要做虾米啊？我变做法轮神王 ，universal 冇人。and 咱你看大啲天顶我会做啊，我会车，我会兵，我会虾米？and 咱我背落来，我礼貌甲路。咱佛不要紧，大点。莫跟人们讲啊，我会做，佛阿无前面路面做，
我做，但讲蒙个人人你要做啥物？我会摕一个毛线的路，一个线，我会夹伫我的喙齿。And then 我会这个世界，我做成一个手，鼓弄这个手起来。And then 我会使这个土的内面，这个 essence of 土，这个土的质，也互人达人食。And 不大大点点 ，then 不大家己做。And then 你看伊伫做点啥？伊变大伫顶面，伊徛起来，这边要出个火，一拍火，一拍水，大伫一个毛管的位，水甲火相一空出来，按这边出火，这边出水，按这边本是上出火出水，头靠，上古本是上火水。and 伊起到真正好，真一位。and then 伊色一边蓝、黄、红、白、番薯色、甲五色 ，actually 上个福气啊呢。and 伊大地迄边罗线，一个门一个讲，一个门一个讲 ，and then 你看伊出的一个通天卡的。红光拢总袂做，而你这个火甲水啊袂相掺，8 foot 伊会坐伊会线，3摆伊错你看伊。and 伫遐边的时呐，after 伊想看，after 做这个物件了，我要去倒落，但伊再讲啊，搭了 foot 伊成了，趁这个角硬了，伊做这个叫做 twin miracle。twin miracle means 两项火甲水会传播的物件。and then after that 伊去讲经 ，and then 伊观看，搭了佛，搭就要去讲经，讲啥物经？叫做论藏经。所以不达教甲你点声3步呢，发起个天顶 ，and then 向边红光拢总来，教甲这边我则刷落，后礼拜伊讲的经刷落安尼啊。所以教甲这边我则后礼拜我则刷，唔是后礼拜，过2礼拜啊，2礼拜。所以咱来回想，一当美亚的人好多，苏吉当红度亚的哟，一当美亚的人好多，苏吉当红度亚的哟，一当美亚的人好多，苏吉当红度亚的哟。Ita wakta camhehi sambe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ya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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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Long trong bình an Sadhu, sadhu, sadhu. Upoi upose. Can you take away lay by what you call about who the Lexu? Think lay by what call about who the truth is in Dong Lat. And what could be swallowed the truth is in Dong Lat at Jamsia. Actually, it should have is in Dong Lat. Then it quite you are Chaplak who call a lang. 伊人诶，就好款诶人，就好款诶人，有诶人对贪真正济，有诶人对圣地真正济，有诶人对愚痴真正济，有诶人自卑真正济，有诶人高吉善人，有诶人几粒伊真甲，会晓放会晓清，then
这个了，一看就16号款的人，一边脑心，一心是正伊家己，一心是伊啥讲啥替身安尼哦。and then 啊，伊知人要问虾米啊？伊先咧替身问头先，伊讲啊，迄时阵安怎安尼安怎安尼，了伊正答应一项，所以16项拆伊经。所以来规日来伊伫编即个时啊，人看到是水迷恋啊。因着若是讲人杂的时啊，水迷恋。and then 啊，真正济啊，millions of people 啊，谈了一个罗汉。特别即个 millions 我唔敢讲是人谈啊，是咩？因为红光拢总甲了分有地啊，所以即个伊讲 millions of people 谈了一个罗汉，看出着。虾米是立团，谈了这个就是讲啊，伊结尾是要脱离这个苦海，伊后头伫做这个变这个行动力了后，伊想看，古时的佛后头变的行动力，大的佛本变的行动力，变的行动力了后，伊人去到咯，伊看，大的佛变了啊，伊人去天顶。去天顶做虾米？伊看拢总的佛7年后过了后去天顶，天顶做虾米？去传经给伊嘛，因为这个嘛来生伊，来投胎，来打考，伊要答伊嘛会情，所以就伫变去天顶，去加咩？加这个叫做论藏经，这到底。世间呢，就变了好事了后，3步呢，1步、2步、3步，伊到甲天顶。这到甲天顶了后，你知无啊？拢总人讲沙路拢总来，唔是一个天顶啊，10,000 1万的一个意球，拢总的红光甲 Brahma 拢总来听经。你知来听经是点啥？上个咱这边世间的人，若是一个，咱来讲一个，像讲阿公若是来槟榔啊，你知安怎做？关那角就叫伊搭病，搭病了，你看伊摆狗椅，你狗椅啊，水清调的狗椅，你若是讲啊，咱家己若是未晓讲，看到狗椅，咱去坐。人会叫咱讲，闪开，这个所在唔是你的，你就去坐后尾，坐后尾。所以佛在去教呢啊，伊马来。这个马古时是马哈一群马要王鸟，特别去出世天顶变大波了。特别 still 一个在是这个即心的众生生出来，所以要答这个众生的。伊想讲要达成，所以嘛，坐伫正手边，头一个交椅坐，过一个因达家，过一个红光，本是头一两地安尼明坐，then 过一个红光。这个红光就是安那来的时啊，伊要去的伊来的时啊，伊的名红古拉。这个红古拉新来啊，伊唔知讲伊偌大粒啊，偌细粒，唔知伊来本是去坐头前。这红古拉坐头前了后呢，掂无掂，过一个红光飞来坐。你看到这红光，你知红光看到你后，知讲伊较大，然红古拉就倒退。他等过一个过来，伊本就倒退；过一个来，伊本就倒退。倒退甲真正远了后，after that 伊去甲热只，去甲真正济，真正远啊！布达还未讲经的时，看拢总红光直直来，直直坐。伫这边布达在讲啊，安古拉，如你何保持安尼坐，安怎今日你来坐，离我安尼远？伊就伫讲这个经的点声，伊出的行动力要互世间的人听，
因为今日咱要明白啊，人今日来出世有类无类，这好命甲歹命是对这个一项，这个就是保险呢。咱你问讲，安古拉，老保险的点啥？佛教的是人会会受10,000年，咱你去这个啊，叫做保险堂。这保险堂啊，一个所在的主家，伊讲规矩条路去一间，规矩条路去一间啊，规个路路的保险安尼坐，10,000年路伫做安尼物件。